师傅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这点小伤我还挺得过去。师傅，那雷边现在身边聚集了那么多帮手，以后找他报仇，岂不更难？不错，但是无论如何，我也要取他的狗头，拜祭我的妹妹。师傅，大仇固然不能不报，但是还请师傅先把伤养好，再做打算。请师傅放心，徒儿们一定会严加注视他们的行动。乖，小花。小花乖。这位大哥，我想请问一下，这家客栈为什么给查封了？哎，也不知道是谁这么凶狠，把这家店上下30余口人全都给毒死了。官府又查不出来凶手，就把这店给封了。起来！向前走。本门毒神，向前走。原来你还没有成为真正的毒神呢。真正的毒神哪会有那么多的烦念？真正的毒神是不应该有人性的，只听我的指挥。这样吧，我救你女儿的性命，你安心做你的毒神，怎么样？青萍姑娘，什么人？毒神听令，杀了他！我让你杀了他！我让你杀了他！
青萍姑娘，你醒醒，你别吓我！啊，太好了，你终于醒了。你是谁？我是蝴蝶，蝴蝶，蝴蝶，飞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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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看蝴蝶，蝴蝶，你带我去找我的铁大哥。蝴蝶，我要找我的铁大哥。蝴蝶，飞呀！啊，哦，蝴蝶，蝴蝶，带我去找我的铁大哥。飞呀，飞呀，飞呀！蝴蝶，带我去找我的铁大哥。飞呀，飞呀！铁大哥，蝴蝶，铁大哥，蝴蝶，哦，飞呀，飞呀，飞呀，蝴蝶，飞呀，飞呀，哎，给，哎呦，好烫！慢点。铁大哥，很香的，你要不要吃一点啊？你不理我啦？那我自己吃了。啊，慢点啊！青梅姑娘，你叫我吗？青萍姑娘，你真的不认识我了吗？你是谁啊？我是您的铁大哥呀！你骗我！你不是我的铁大哥！啊，我没有骗你。你骗我！你骗我！他骗我！铁大哥，铁大哥，铁大哥和灵儿姐姐在一起，他不会再理我了。青萍姑娘，铁大哥他不会骗你的。铁大哥和灵光姐姐一起在看天边的彩虹呢，他们一起唱歌，一起跳舞。铁大哥他再也不会理我了。铁大哥，好了，铁大哥，不哭了。铁大哥，他不会骗你的，他就在你的身边。你为他牺牲了这么多，他有什么理由再骗你呢？你放心吧，铁大哥会永远留在你身边的。真的吗？嗯。铁大哥，铁大哥，你知道吗？铁大哥他又和我在一起了，你听见了吗？蝴蝶，蝴蝶，铁大哥又和我在一起了。蝴蝶，你听见了吗？蝴蝶，蝴蝶，蝴蝶，蝴蝶。
玲玲啊，你总算醒了，太好了！你知道娘有多担心你吗？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傻孩子，你是不是糊涂了？这是你的家呀，你怎么连家都不认识了？这里是我的家。不对，我记得我好像是中了剧毒以后就晕倒了，醒来后怎么就到了这里？请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的毒怎么好像又被治好了？玲玲，你别着急，你再多休息会儿。你确实是中毒了，而且是中了不知名的剧毒。那是谁帮我解的毒？是你吗？不是我，是他。花。娘发现你的时候，你就躺在绝情谷的花丛中。这绝情花是天下最毒的花，可是你身中剧毒，却又躺在它的上面的时候，它却成了你最好的解药。这就是以毒攻毒的神效。这也就是我的乖玲玲，你吉人天相啊！玲玲啊，你现在回来就好了，以后啊不要再出去了。外面的世界呀，人心险恶。你看你这次就中毒了，还是待在娘的身边吧，娘会好好保护你的啊。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呢？你这傻孩子，我是你的娘啊，我怎么会不知道你的名字呢？可是我娘，她已经死了。娘没有死，上次他们仇家找上门来，娘一时疏忽大意，照顾不了你，结果我们就走散了。那些人呐，那是娘的对手，现在娘把他们都杀了。玲玲啊，你知不知道，自从和你走散以后，娘找你找得好苦啊！娘天天在梦里梦见你在哭，被人家欺负。现在好了，再也没有什么事情能把我们娘俩分开了啊！玲玲，我看你啊是中毒太深了，娘再去给你熬点药，你先休息会儿啊。乖啊。青萍姑娘，你放开我，放开我！那边有蝴蝶，我要跟蝴蝶去玩。青萍姑娘，你别闹了，我带你去少林寺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！少林寺的高僧医术很高明的，我带你去可以治好你的病。不，我不去少林寺，我要跟那边的蝴蝶玩。哎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你千万不能告诉别人。什么秘密啊？少林寺也有很多蝴蝶，而且蝴蝶一个比一个漂亮呢。真的？真的有蝴蝶吗？真的，有红的、黄的、紫的、白的、蓝的，什么颜色都有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要到那边去跟蝴蝶玩。嘘，这是个秘密，不能让别人知道。
不然别人去把蝴蝶抓了，就不能和我玩了。那咱们就悄悄地去少林寺，千万不能让别人在咱们前面把蝴蝶给抓了。快呀！玲玲，把药喝了。玲玲，你把药喝了就好了。来，坐下。来，坐呀。一转眼呐，玲玲都长大了，娘却老了。你虽然长大了，还是不知道怎么照顾自己。从前每天娘都在这里给你梳头，自从我们走散以后啊，娘天天就在这里等你回来。灵儿，你回来了。娘，你起来，我给你烤了2只小鸟吃。灵儿，灵儿真乖，真是娘的好女儿。娘还以为再也不能给你梳头了。你看，你看，娘真是老糊涂了。你不是坐在这儿吗？我还净说什么瞎话呀？伯母，我明白，您一定也是失去了女儿，伤心过度，所以把我当成了您的女儿。其实我也很难过，可是我真的不是你的女儿。玲玲，哎呀，玲玲，放开，玲玲，放开我！玲玲，你怎么连娘都不认识了？你的武功也给人家废掉了。玲玲，玲玲，玲玲，娘知道，你出走以后在外面吃了很多的苦。从现在起，娘不会再让别人欺负你了。你现在回来了，娘一定会好好保护你的。娘再也不让你给人家欺负了，玲玲，玲玲。小二哥，哎，小姐有什么事您尽管说。请问你这几天有没有见过一个20多岁拿着剑的年轻人来过这里？啊，我们这儿每天都有好几个20多岁手里拿着剑来来去去的人，我哪知道您说的是哪位啊？小二，哎，客官，您请坐。请问客官，您来点什么？先来壶上等的好茶。好嘞。您慢用。好。
果然是司徒笑留下的暗号。大哥，他是谁？啊，刚才在路上发现司徒笑的图标，一路查探的时候，发现这个女子也跟着图标一起来了。她既然认识司徒笑的图标，想必也是跟他一伙的。这么说，他就是司徒笑的走狗，那就是我们的敌人。杀了他！掌门，既然我们已经把他抓来了，他也跑不了，我们还不如问个清楚，再杀也不迟啊。我知道你是谁，果然是我想象的模样。你一定是大气门的掌门人云逸前辈，而你呢，是大气门中最聪明的云九霄前辈。还有你一定是铁中树。你怎么会对我大气门如此熟悉？虽然我没有见过你们，可是我从别人口中常常听到你们的言语神态，所以今天一见就能猜出来。你说是谁告诉你的？云峥。云峥，这个混蛋，竟然随意当着外人泄露本门的秘密。他之所以告诉我，因为我不是外人，我是他妻子。妻子？反了！反了！本门的大仇未报，这个畜生竟敢擅自娶亲，我不会答应这门亲事的。我不管你认不认，我已经是他妻子了，老爷。你别叫我老爷，我不是你老爷。那好吧，我告诉你，其实云峥和铁中堂还没有死，他们只是下落不明。等你们找到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告诉你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拦住他！既然你知道了大气门的藏身之处，想走没那么容易。中树，把他绑起来。既然她已经是云峥的妻子了，我看我们不能这样对待她。别听他的一面之词，他的话不可信。我现在没有马上杀了他，就已经对他好了。如果让我把他查出来，他是司徒笑走狗的话，我绝饶不了他。中树，还不动手？你不用帮我，你不让我走，我不会走。凌烈，先睡觉，
娘明天教你武功啊。娘的绰号叫花雨，最厉害的就是这漫天花雨。不过这不算什么，稻草人不会动，娘给你打个会动的。那只小鸟，慢着，这些小鸟多可爱啊！它们都是无辜的，不要伤害它们。你原来不是讨厌它们，嫌它们吵，让娘打掉吗？怎么现在你又喜欢它们了？给仇人抓走了，娘错了，娘错了，娘对不起你，不该让你一个人留在这里。玲玲，玲玲，你快回来呀！玲玲，娘不能没有你。老天爷，我求求你，求你放了我的玲玲，我不能没有她呀！我想再给她梳一次头，就一次。我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求求你呀，老天爷，老天爷！娘亲，我在这里。玲玲，玲玲，玲玲。吃点菜，娘专门给你烧的，你最喜欢吃了，多吃点啊。娘亲，多吃点菜。喝点水。玲玲乖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堂哥哥。孤单时，堂哥哥总是陪伴着我。我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，都会跟他说。他也总是照顾我，逗我高兴。他对我真的很好。这一生，我只想跟他在一起。玲玲，你原来不是喜欢雷小雕那小子吗？难道你现在变心了？娘知道，雷边那老头子，你看他害怕，娘也讨厌他。你以后啊，想喜欢谁就喜欢谁，娘不管你啊。来来来，吃饭吧。
来的奸细。我不是奸细，我是你的儿媳妇，你为什么要对我那么刻薄？难怪人家说，大齐门的男人全都不是好人，他们的妻子全都跑掉了。哼，他们可不是自己跑的，是我一个个亲自把他们赶走的。女人都是祸水，只会惯坏我们的后代。还有像你这样的女人，她们很可能就会坏了我的大事。你师傅，司徒笑盛大娘还有黑白双星他们一伙，都在芙蓉镇司徒笑的家里。好，他们都在一块儿，实在是太好了，正好把他们一网打尽。周叔，在，马上通知大家即刻出发，跟他们决一死战。是，看你们有多少人，真正能跟他们拼的，只有你们3个人。你们有多少子弟，可以把命拼出去？如果你这样一走的话，肯定是死路一条。我看你还是先把云峥和铁中堂找回来，他们2个的武功现在进步多了，你找到他们，大齐门才会没事。我已经在塞外等了好久了，今天是正好把他们全部消灭的好机会，我实在是等不了了。就算打不赢，我们也要跟他们拼了这条命。我们就是为了和他们拼命才来到中原的。大哥，我们不能轻举妄动，我们的力量是打不过他们的。为了要拼命，但也不能白白的送死。我们还是把堂儿和真儿找回来吧。好，那就听你的吧。啊！阿弥陀佛！你好好坐着，不要捣乱。阿弥陀佛！哎呀！你不要再瞎闹了。蝴蝶。阿弥陀佛！蝴蝶，他曾经中毒很深，毒素侵入体内，伤害了他的头脑。他能够活过来而没有马上死去，已经是个奇迹了。就算是华佗在世，想要医好他，恐怕也是希望渺茫啊。当真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恳求大师，再想想办法吧。老衲和你们大齐门以及长春岛颇有渊源。以前大齐门一个子弟来寺里求医，我也是尽心尽力地医治了他。那个人我知道，那是我三弟。晚辈在这里替三弟谢过大师救命之恩，还请大师再发慈悲，救救这位姑娘。老衲也有心帮你们，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这位姑娘的病，老衲无能为力。阿弥陀佛。
他现在不是挺高兴的吗？他的内心再无杂念，成败得失、恩怨情仇，本来就是过眼云烟。老衲出家之人，只怕也难达他的境界。施主，不如就让他这样吧，不要让他再卷进你仇我怨的争斗之中去了。善哉，善哉。而且还有那么多的蝴蝶，那儿的人头都是圆圆的，多好玩啊！我不。为什么他们都没头发呢？为什么我们有头发呢？这我也不太清楚。哎，我们要去哪儿啊？哦，我先带你到王屋山，有一个再生草庐，找你姐夫，让他先照顾你。那你去干什么呀？你不理我了吗？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办，等办完了事情，我马上去找你。那你带铁大哥吗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，终于可以看到铁大哥了，我好想铁大哥，太好了。清平姑娘，清平姑娘。